陈时中部长做得非常专业，非常负责，非常好。我们不会换，我们不会换，我们不会换。机票的价格等等，使用者付费，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减轻同胞的负担。接回国人同胞一直是政府努力持续不断的工作，还有滞留的同胞要回来。总之，都以最方便、最能够接回来，也能保护同机乘客的安全，也能保护2300万同胞的安全。这个英国情侣讲话不是事实，可能也是个人情绪。那报道的媒体也已经删除。台湾真的对于在台湾的任何人，甚至于外国人，我们都是公平善意对待，也都严谨要求，这绝对经得起检验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这一次全世界都肯定台湾，而且全世界终于分清台湾跟中国不一样，台湾好棒。陈时中部长做得非常专业，非常负责，非常好，我们不会换。这是一个非常辛苦、非常团队合作的工作，大家专业分工，合作无间。在机关署的记者会上，不只是陈时中部长坐在那里，还有相关公卫疾管的专家坐一起，有时候还要教育部，有时候要外交部劳动部，各种部会也都在做。整个行政团队大家都非常的专业尽责，大家认同陈时中部长，其实也是认同整个团队。大家一定要把台湾守好，因为我们是同一国的，是同国一命。有政府，请安心。顺时钟者生，逆时钟者亡，有感到这样的一个压力呢？那是否会支持改顺贞昌？两个问题，谢谢。还看没罗人，没有，不要讲那么严重了，我们都拥护中央政府啊。那顺苏贞昌呢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没有啦，我们都很认真在做事。你看，我跟侯市长两个都很认真在做事。我们政治口水少一点啊，特别在疫情期间。我说，你看，疫情期间，我本来很爱讲话的，现在都不爱讲话，就是认真做事就好，不要太多的纷扰，撑过去再讲了。这个，而且老实讲哦，这最近都20个，我还是有点毛毛的，你知道，这个还是要先撑过去的。1个月后要口水战再来。对吧？国家有危险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沉着应战的。那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一个阶段？我们总是要想好，不要等下一个阶段来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准备，这总不好吧？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，我都做我分内该做的事情。那工作那么多年，知道下一个阶段大概打仗打到下一个阶段，我们要预判做哪些事情，我们就把它做好而已啦。其实柯市长做的比我还好。你们应该问问柯市长，柯市长做的比我还他也比我专业啦。他这挥挥手是很客气，他比我专业啦。他的部署也是抄啊。所以大家也不要想那么多，因为而且两市的状况也毕竟还是一致，大家把下一个阶段工作做好才是最重要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关心跟支持什么超前部署或什么，其实都一样啦，就差不多，我们都其实就是预期有什么需要有。往前做一些准备都有了，也许名词不太一样，但是做的都差不多了。那侯市长，就是因为您喊出要超前部署嘛，那柯市长都说力不可用尽。我跟柯市长都一样啊，每天都全力在为防疫而努力啊，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是全力把这个阶段的工作做好，这都没有问题啊，都没有错。所以我们每一个阶段，现在。像居家检疫、居家隔离的，我们就全力的管控围堵，就把现阶段这个工作做好，避免影响到下一个阶段。所以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努力的把事情做好。所以这个我们大家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。因为台湾民众党昨天在脸书贴出要换陈时中的这个消息，那因为你说这段期间尽量减少政治斗争嘛，那很多网友就认为说这个动作是在。做一个政治的斗争。那民众党这个主张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那你们是对陈时中表现有什么不满吗？谢谢。
这个昨天我看到那个贴图，然后打电话去党团问我说怎么一回事？他刚才讲说好像是武汉包机那个的事情，好像苏贞昌跟陈时中意见不一样。我刚才讲说，如果他们两个意见不一样，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意见请他们两个意见一致，或者讨论完再说明就好了。我说你不能说一道菜你知道你不喜欢，叫人家整个厨房都换掉。我说奇怪，不用这样啦。我昨天有跟他们讲了。没有啦，我们还是拥护中央政府。